比啊伊送的我，无当个人愈送，安怎愈高。啊，若这咧用数量来比啦，根本迄个要以为咱交迄人朋友比，毋过毋是看形象。说真老大家讲，我不看你的数目，我看你的花心。无咧看咱的数，啊，简单讲来讲，无咧看咱的表象，伊是看咱的内在，咱即点的真诚。心愈真，那安尼做出来境界就愈真，毋是靠的问题，绝对不是。咱就认我做工班，我也免道理，也免3岁3岁囝，你听我3岁，毋是看高小孩，绝对毋是安尼。现在咱评评啊，哪里上班就话嗨，哦，伊咧评评，上天咧评评，绝对是评评咱这点心，咱这点心则对。环境因缘内底，道有事，道有也好，处有也好，咱的心若愈单纯，所以讲愈单纯来讲，无想一寡奇奇怪怪，想一寡其他想有的没的啦，就代表咱的心愈单纯。那咱的心愈单纯，代表愈真。啊，这咱大家清楚啦。所以伫这当中咧，咱做一个结合，单点有这种班。其实难得有这种班啊，刚说对里头开始的训练，哦，咱来遮坐，咱来遮讲个一早坐一工名哦，春夏秋冬4班尔，迄个刚说要坐几班？啊，这个呢，上盖无一季爱练2遍以上啊，当然不能得。一季三礼拜落来练，可能3个拢练，大家会较忝，一季上盖就爱练2班。2班练了后，搁来遮回来坐1班，咱坐4班，这工书可能爱坐12班。真啊，咱第有这个机会哦，咱唔能看那些表面上，刚那个人我讲的，而且眼前所显示的到底它隐藏着什么？咱能看火灰应该它是伊若要坚定地互因吸收遐个营养，就会安怎开到袂顺。甚至搁安怎都无可能开出这样水的回出。咱能够看这个干净，不要看眼前，咱来看好真正的内在。所以，咱互人前面，咱老前面，一生一世的奉献伫咱家己姊妹身上，无大牺牲，抑阁不足，死抑阁做无用的，化作天地又很大的，好，化作天地又很大的。啊！你讲，甲伊一生的精华，一生的心，因的这款叫做道行，完全拢肯定流出来的。当然啦，咱大家不足，包括工书拢不足，包括互我知咱不足，我都去体会到老一辈的这款真正的心境，啊，我都表现到足深入浅出，互人听会听会动心。哦，这当然，这工书来个继续努力啦。我知啊，还阁继续努力，还阁更加精进来补这个不足的。来，咱将来鼓上天，都无功德之余，要鼓咱师尊老师父老大爷，鼓咱诸天神圣，鼓咱祖师爷，鼓咱老前辈，鼓咱这个作者心志，啥物鼓咱压力。是呢，老师甲咱讲，入生不入俗。在生开始用的较艰苦的话紧，死的伊就会当开发。咱若在生开发，生理安乐，伊死的绝对是属于忧患。咱若生理忧患，它就会属于安乐。生死是一支的过客，无人听了，咱留伫世间。同齐伊长起来呀，甲伊长济，大家是长去伫迄落伫了后。真正呢，84过年过85啊，过年过85啊，照常抑阁载人去咧入班。现在我讲踮咧厝厝边内咧，真系往口做人，我安排现在去解释，我毋免我家己咧，哦，司机摆摆有钱贵啊，我伫遮来顺路咯。伊若来载就来回4转，我伫遮起来回大概2转尔，我就遐个。84岁照常过去上班，真的。你看，我真都较合班啊，年纪也较，真无加听我，无加研究我，要安怎样？咱甲思考看觅。
真诶，咱年轻，咱力壮，咱无要学，你等甲食老正学，好势不好势，足好学诶时阵咱唔好学，等到好势诶时候不好势，代志麻烦啦。真正迄种代志麻烦，呀，即个姻缘讲起都无听了有啦。坦白讲，世间毋是有机会啦，无听了有啦。啊去了后个，恭喜哦！我咧恭喜啥物？恭喜大家都加一岁啊！读这医者就加一岁啊！算诶会使去算加一岁啊！读这医者就加一岁啊！啊，咱讲过去老话就讲伊拢较食盐啊，逐年拢69个99唔敢食盐。哦，当然迄是讲代表我希望讲看卖死的啦，不可能。岁月的过足无情，但是有做即个岁月过去是咱功德的路径，是友情的事业。无做岁月的过去是咱行向死亡、失败、毁灭的一个经历是足无情。啊，咱甲思考看卖，咱到底是要做还是做？咱家思考看卖，若要做，应该爱安怎做？是无人，或者是讲全力以赴，咱就讲是所谓的歌词。我即只狗啊，我是为细鸟咧走的全力以赴呢。迄只狗啊，聊我就直接无人讲袂骂伊啦。伊念伊学会笑啊，咱真正全力以赴。坦白讲，生死问题，咱这方式袂到，看袂到。为什么？咱时间无准，咱发觉无准，所以咱看袂到。若是讲像百万看会到，头前有一个窟窿，我相信你毋敢跳迄个窟窿。真正的，莫讲咱行我就小讲，咱咧行这平路足简单，100%客去嘛会使行。但是爬上一楼梯了，咧行迄无寸，行迄一米快咯，回去就问题啊。为啥？自高中，互看的你知影讲这有危险，生命有伊较敢开玩笑。所以当然今仔咱伫遮当中咧吼，是间上的观念吼，